根据国健署的调查，台湾的老大人有罪的比率有13%，等于讲全台湾差不多有61万的老人有罪的镜头。来看当时基金会就推出公益底片，鼓励老大人爱接出门，希望各界嘛重视老人有罪的问题。唉，老啊拢无变啦，教育成果无效啦，加开钱若见啊个也是实的烦恼。这是当时基金会和艺人斗阵翕的公益影片。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，老大人的人口增加，老大人的心理健康也受到关心。根据国健署的调查，台湾老大人有罪的成形率是13%，等于全国有61万的时代有罪的镜头。所以民间团体推出防治老人有罪计划，希望各界会当重视。也是讲这个囡仔吼，拢大汉啊，拢嫁出去啊，也是讲成家啊吼，有家己的需要，家己的家庭，所以变做讲空巢期吼，老大人一个人伫咧厝的，所以这个忧郁症的现象嘛是愈来愈严重。当时基金会嘛表示，根据国外研究，大部分社会人的郁卒，拢是因为感觉孤单，也因为和社会互动变少，无归属感。为着让长辈人老心无老，前卫生署长叶金钏嘛出一本册，鼓励时代爱行出门，因为治好郁卒头一步就是爱出门。太极拳啦，爱做什么瑜伽啦，什么，上复杂嘛吼。啊，至少行路，大家拢会晓嘛，一工出去外口加行几遍啊，招一寡朋友，招附近的朋友。安尼自然就会解决你的心情郁卒的问题啦。足多是因为寂寞造成的啦。基金会也希望透过影片提醒少年家时势，爱加关心时代。只要一句话，就当挖进老大人的心。做时势的，若愿意开嘴问，老大人就愿意开嘴讲。简单的请安问好，就当让老大人感觉大心，心情快活，会当健康吃饱子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